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 港女港樓。今日犀利啦，將會帶大家睇一個天水圍嘅樓喎，單位就係位於惠天軒呢個空中巨無霸，講緊有實面積840幾尺嘅單位，原身咧佢係3房2廁嘅間隔嚟嘅，不過業主就做咗少少改動，轉頭再帶大家睇。介紹喺呢度周邊啦，由屋苑行翻出嚟輕鐵站嘅位置咧，其實講緊大概30秒嘅啫。附近呢度咧亦都有啲康樂設施嘅，例如天水圍嘅籃球場啦，同埋天水圍最新落成嘅天水圍遊樂池。事不宜遲，即刻上單位睇下。11聲已經上到嚟呢個空中巨無霸啦。首先一定要同大家介紹嘅就係我身後嘅呢一個景觀，遠望對面嗰度有高樓大廈嘅，已經係我哋深圳嘅福田區最高嘅嗰個大廈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就係我哋深圳嘅平安中心。翻嚟近少少嘅呢一片綠油油、完全冇遮擋嘅地方，就係我哋天水圍嘅綠油濕地公園。喂，大佬啊，個景靚到咁，你唔係唔過嚟睇啊嘛？咁啊，而家就同大家睇下單位嘅內部啦。首先我哋睇下廚房先。廚房呢度咧係採取咗一個長方形嘅設計嘅，我嘅右手邊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備餐區啦，左手邊就係一個水位，後邊呢度咧就係一個龍頭位。咁你見到全部都做晒廚櫃，其實收納空間係十足噶啦。另外我哋出翻去睇下咧，門口其實入嚟嘅位置咧，呢邊仲有一個儲物室嘅。儲物室呢度有啲就可能中意做鞋櫃啦，或者你自己做收納空間啦。另外我哋再出嚟睇下呢度啦。首先下飯廳極度分明，一個巨廳巨無霸，出嚟老實講下。呢度嘅景觀一覽無遺，一片綠油油嘅位置就係濕地公園啦。頭先亦都介紹過啦，基本上咧呢度係望到海嘅。如果眼利嘅觀眾咧，你睇遠少少咧，其實嗰度係有個海景喺度。如果想睇實景嘅話，到時打電話俾我啦。呢度咧客飯廳嘅位置咧，由梳化去到電視機呢一個同場嘅話，總共係超過15尺嘅，所以係夠晒空間之餘咧，空間感十足。另外啦，飯廳呢一邊又做咗收納空間啦，有啲櫃啦。如果你話就咁睇上去嘅話咧，基本上你可以放到一個長形嘅餐台咧，大概6至8平方米。再過嚟呢邊睇下。首先走廊位置呢度啦，有一個客廁啦，咁啊可以招呼客人嘅時候用啦。鏡頭一轉過嚟咧，就嚟到呢一間房啦。頭先就未同大家講，本身咧呢一個係3房套嘅間隔嚟嘅，但係業主做咗少少嘅改動，大家入嚟望下。業主將2間細房咧就打通咗，變成1間大房嘅。床嘅位置可能擺咗一個雙人床之餘咧，窗台上面亦都係做咗一啲書櫃啊、書台啊嘅咁樣，同埋我身後邊咧亦都係做咗一個衣櫃，我哋做收納嘅。過嚟呢邊望下，嚟到主人套房嘅位置啦。首先咧呢一度業主做咗一個超級無敵大型嘅衣櫃位，收納空間十足噶啦。另外再過嚟望下房間呢一度，空間感超勁，無論你張床打直擺、打橫擺定係打斜排，你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。而且呢一個係一個3房套廁嘅間隔。如果大家想睇呢個單位嘅話，事不宜遲，即刻打電話俾我小姐，拜拜。